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哦，是爱同大家来分享医疗嘅单元。不过呀，医疗嘅单元爱同大家来收嘅一本书，按到李查空天素夫人佢哋嘅故事。一本书啊，佢哋都写嘅同醫療有關嘅故事，韓國超精彩嘅所在係哪片？佢係發生到台灣嘅桃園機場地度，多精彩嘅故事，我來同大家來好好來分享。故事今日嘅節目當中來邀請到乜人哦？來邀請到聯新國際醫院嘅院長許時典院長來好好同大家來紹介哦。歡迎院長。好，主持人好，我係聯新國際醫院嘅院長許時典，今日同歡喜來參加呢福起來嘅節目，等下會來大家分享有同多嘅故事，大家做啲來談看下。冇唔錯，一本書其實我是自家同大家分享下我讀書嘅心情，我當久冇讀書嘅，老實同大家講，我一看一本書，差唔多1點鐘，我就差唔多看了2/3，因為真嘅當精彩，我就以前啲嘅看嗰種也係清流行嘅嗰種醫療嘅影集嘅感覺，因為啲度寫嘅動作就會發生到熟悉嘅素材，台灣嘅桃園機場嘅事情，先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可能唔知哦，台灣嘅桃園機場之度有一個醫療中心，咩可能有啲位鄉親朋友有出國嘅時節，有經過一下，就一片用有一個醫療中心，上來佢地度係乜嘅？也其實也26年都係由聯新國際醫院啲嘅做嘅，錯冇？來分享一下，做乜解會有一隻醫療中心？他家母親。唔記得了哈，1998年剛好桃園機場發生一次空難，那叫大園空難。2000年呢又發生了一個叫新加坡航空的這個空難。其實有兩個空難都係輕嚴重，甚至連大園空難。多年大園空難，我記得係沒有任何一個對，所以其實就東嚴重。錯，以前哦，桃園機場是有醫務室啦，所以這個民航機長官說，他們都講，連續發生那2次空難，就是醫務室的功能要再增強啦。所以佢就注意世界各國看來轉來，就講決定要設立這個醫療中心，在桃園機場。對，然後用招標式的。就是不是用過去用那樣議價的，用招標式的，所以我們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嘎哈就第一次招標，我們就得標。嘎哈是2001年的1月27號吧，到後平日的名額結束，我記得是半夜12點。是太明啊！明啊，就是我就帶2個護理師啊，就去正式的移交啊，就將這個醫療中心接手這個任務啦。嗰時候嘅半夜12點就去到桃園機場地度這個醫療中心，開始來就是接着下來認識這個環境啊。冇想到一個就過22年、23年啊！第三期他就感到講，機場醫療中心就看門診天天啊，知道冇？就像用平日的門診咁樣啊。所以佢想要摸馬干，摸都沒有，就會發現個合約上下，還有實際發現呢，這個聽業這個有急診、緊急醫療。上海懂得就會有啲航空公司邊講，醫療中心嗎？我們在這個 A5這個登機時有旅客受傷，我就馬干。這點我哋醫療中心是住的地下室啊。對。我哋就我的護理師就帶點15公斤的那個急救包，就會趕到那個，比如說 A5 登機門啊，然後馬干，就去得到去那給他看。其實大家知哦，機場非常大，尤其桃園機場，它有分2個航廈，第1航廈、第2航廈，而且中海底入境出境都有醫療中心的站點。對，然後人家就按到嘅醫生同護士，我哋規個醫院按樣走來走去，其實個環境說是係挺困難的事情。對啊，我就講第一次接家下頭3個月都在認識環境，就聽講啊。太多案呢，機場安太啊，然後還有乜個機場，大家冇忘記還有一個叫管制區，所以我哋都有啲管制證。
你要多管制区域，好，就天天讲啊 A B C D， 好，你可能就叫做 D5，而且我哋做基础要注意一点，沟通很重要，就跟肺安很重要一样，好，你不是说这个 B8， 你讲英文叫 B8， 俺堂都是 D8 啊，英文英文的，所以刚才这个怎么讲？这个很多叫航空用语，我们不能叫 B8， 叫 Boy， Boy 8，那 D 叫 Delta。啊，你讲你就D的，莫讲 B8 D8 就谈不出来。原来这样。哎呀，所以感觉沟通上是术语的感觉。机场跟所有工作人员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就是还要有个 SOP 的，啊，像 A 就 Angel， 那这个 C 就 Charlie。就会按的。对，故说联系演都机场地图23年的故事，是拍动到精彩内容都也本书地图，演总也摆没做总编辑从编的动到精彩的故事都地图。故说这个来同大家来了解一下，桃园机场按用嘅医疗中心，其实有动到服务嘅项目，家下有小可以同大家讲一条嘅，来好好来详细了解一下，除了一条门诊的一些看诊的医疗之外，还有动到应付去做哦。所以其实是讲门诊较多嘛哈，那就天天讲啊，登机门任何地方都会有一个叫紧急医疗救护。紧急医疗就动到了病人啊、旅客啊去报警的时候嘛，去做唔得马上转去给他过家，按样啊就多病人去。可能就天数多的凭证的联系国际医院哈，就那当然而且像那 COVID 还有 SARS 对预防保健打疫苗，所有人在打疫苗都会拿得来打那还有所以当然在医疗中心里面有做一些健康检查啦，还有旅游航空的医学咨询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嘛，国际医疗服务转送啦。中国天天讲的，有啲病人，比如讲从英国来嘛个，佢病好的，但是佢冇办法去个1、3年重复人去转医，因为有健康的问题嘛。所以刚刚就会派一个医师啊，派一个护理师啊，甚至用客机改装，这个叫客机改装单价，或者是甚至用医疗专机送给专医，就是配合家嘅病情，然后有它完整的，相对起来比较完整的设备，不要在病人做的平安给转到给七家的国家，也全部就喺医疗中心会做的事情，而且要动用地段有一只7到24，要7到24，系嘛个意思？7这个实际上我的合约这个是1年365天7就是每周7天，然后24就每24小时都要执勤。跟我们讲就是无时无刻我们都要 stand by， 就是 on duty 的意思啊，就是完全没休息。没都休息是大家会轮班嘛，但是就是服务就是24小时，因为你们什么时候会做出旅客啦、受伤啦，有嘛个事情。按用嘅按完整的服务，喺全世界嘅机场都有按用嘅规定，也係講也係台灣起啊。天天講，我哋這醫療中心12年、13年，其實我們想過，其他國家用會做，所以我哋有去看過日本、中國大陸啊、韓國、新加坡、香港、泰國的醫療中心，我都去參觀過，去訪問過。後來就發現過，好像冇用甚至我哋也發生過去的美國洛杉磯，大概離洛杉磯全世界第10大機場，青無限的機場，都冇行嘅，佢冇醫療中心嘅，發生事情用嘅，機組很富裕的消防隊、救護車過來，送去病院。所以冇醫療中心。嘅反應嘅時間，聽說會差動到。所以有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那個咧，他們叫做 porter 就講拿做推行李的服務人員啦，一倒下去，往下去，不到6分鐘啦，所有人就過來救佢啊。6分鐘是算係當家就有人來救佢嘅。對，但是沒前面天天講嘅消防隊、救護車過來，消防隊、救護車沒當家，7分鐘就到，錯冇？可以當家哈。對，10分鐘內。
发太25分钟去请点骗你。哦，因为机场太其实有无管制证。哦。佢做唔定入去啊。请到去骗你。哦。就是骗你，欧美记者刚刚的美国报纸就讨论过，到底要不要设医疗中心？哦，他们的书当没有下，给的叫 response time， 反应的时间。所以在懂这个很重要。对，我记得书底都没有写台湾桃园这个国际联心医院的医疗中心，大概反应时间也哈差不多平均嘿。我们平均是大概合约是规定啊10分钟，要到现场。对，接触到病人。接触病人，这个得有查的。唯一如果我哋有查的，我这里查出在整个机场哦的航厦里面开来开去的，那我就平均算下来，20年了，大概是7.6分钟。重赏鼓励。係啊。鼓賞吼，談到台灣的醫療中心，基層的醫療中心按專業，還有當到精彩的故事內容，我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叫《到立詐強姦數夫人記到嘅故事》。一本書其實就係亞桃園聯心國際醫院，都也台灣的桃園機場醫療中心底度20年工作同精彩嘅故事，全部就到底度。阿權妹我看到真件動一文，真件動上映，非常嘅好看。今日呢咩有請到總編輯，就係希斯店演總來到節目當中，好好來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韓國底度同精彩嘅故事。有講到其實到機場底度有青島同緊急嘅情形會發生，比如講有一個輕電影講嘅很多落地前通知，係唔係談過係一個輕嚴重嘅事情？對啊，落地前字面落地嘛，所以那這個常常。懂得你坐無人機啦，但不知道過隨時會發生那個事情，所以常常比如說還在高空的時候，就旅客就會健康上就會有問題啊，比如說肚子痛啦，要乜個情形都有可能發生。對，多了，所以通常咧在空中的所謂空服員啊，佢第一咧就會看乜個事情，佢感到個總嚴重，他第一個會做的事情叫做 call help。給我問過，這飛機上當過有醫生冇，有護士冇啊，怎麼辦呢？記住，喺講啲台灣客權咧，其實會要求航空公司，然後還有啲咩叫做營安中心，會通知我的，告訴我，等一下有一架哪裡來的飛機，上面有旅客不舒服，需要醫療協助。好，那預計大概20分鐘後降落到哪一個登機門，佢就會通知我的，這個叫落地前通知。這是很緊急的狀況。係啊，所以我就聽人講嘅，醫生啦、護理師就會拿着4、5公斤的急救，就趕快跑到一個登機門，甚至有時候是跑到遠端機坪。哦，遠端機坪，等佢就降落，一降落我就做手一空。所以這個叫落地前通知啊。對，而且甚至按勇跟落地前通知，有這樣子沒降落到不是原本預計要降落台灣的飛機。都很錯，因為比如說，我就常常遇到是香港的要飛東京，香港飛洛杉磯直飛嘛。本來是沒有來台灣的。嘿，錯，那但是旅客有不舒服，旅客意識不清啊，然後其實就會降落到我哋台灣。對，因為台灣是算是現在很重要的一個叫做從東南亞到美國到日本很重要的一個航道。對，所以其實台灣又共和黨其實比較相信，所以其實就好多降多都拖延了較好啊，佢冇去沖繩話啦，也去上海啊，佢冇去。故說也下再來同大家分享一咧，知道咩動緊急的故事。一個片人其實有做這個我們講的俗稱人工肛門很多腸造孔。其實佢啲做一個手術唔過佢就都非常急呀，短時間就發生了一條較緊急的針頭衝冇。所以從兩個其實就是叫落地前通知，那通知我哋就會一看就發現個這個是這個，你講
人工肛门点不都会肠子啊从走出来。啊，用会都也会走出来呢？因为相通啊。哦。因为我们的因为肠造口就是人工肛门，人工肛门意思是说我们有大体的对肛门有括约肌。括约肌会去控制你这个肛门的这个叫做大小嘛。那你现在没有这个括约肌啊。所以就是空空的、啊，就相通啊。所以在飞行飞到差不多1万多公尺上的时候，因为压力的不同，你不就虫会走出来，撞出来还会缺氧，有没有干嘛干的？所以反正就是很危险的、所以讲就通常啊，就可能就下手送到平原去，平原就小过来去处理一下。对。处理好以后，将日本人给出转去给他归家，给出很感谢了，还用翻译机下讲，我跟他的医生讲，你是我这生的恩人啊，救命恩人啊，因为这个会是很危险的。对，故说第飞机场桃园机场这边就先做紧急的按用嘅处理，就转到联行医院去，联行医院再个治疗过后，唐讲係再个老给送到日本，有护理师陪同。系啊。再够转送回去日本，那就才能搞个国际转送。对，我们就会有这个任务了啊，所以可以说转去给他归家。讲到要转送，谈到日本以前较穷哦，唔过其实苏迪都讲到要国际转送，还有那个伊咧青年的迄度那一片，迄度德国，韩国就是严重去甲送，那坐到德国要坐几多点钟啊？大概。从台北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再转机到这个不来梅，德国的不来梅，总共将近要16到18个钟头啊。呀，我都有医生、老护理师两种呀医疗嘅人员，向下来陪同转送。其实呀，就表示其实较严重嘅情形。係啊，啲夫婦佢德國人啊，加欣賞係奔馳公司的退休技術人員哦，所以退休以後呢，兩夫婦就到菲律賓的這個外島住了1個月哦，旅遊，但是呢，這個太太哈。本身就希望比較好啦，所以就發生了一種肺炎，然後有呼吸困難，然後就出來的桃園機場，就嗆了的一塊嘛，一塊講不行，這不能坐飛機了，因為血氧下降了，所以就轉去平原，大甚至 ICU 加護病房待3日，都未差1禮拜後這樣出院，但出院問題來，佢不常切咖啡行路誒。唔可以急的現在不行，現在連這樣子按你躺着坐着都會吸急所以航空公司講不行，你要請醫療中心來評估，做點籌付你非常之專業嘛。所以我哋評估過，我做可以做，因為我切開胸腔科醫生嘛，我做可以做動作的檢查，就發現說是可以回去，但是飛機上要準備氧氣。準備氧氣。我們一般的那個氧氣罩，它個量係多少誒？多少？你每個人只能吸20分鐘就沒有了。20分鐘就冇睇。對，所以你要10幾個鐘頭啊，所以就要帶一個叫制氧機。制氧機做的，但不是有設備就對咯。你挨啦，這護理師佢就輪流睡覺，隨時看佢的血氧。看會下降啊。血氧掉到80以下，你就會不舒服，或甚至有可能會昏倒啦嘛。就挨掉一樣保持到血氧差不多要94，所以下降了。我至少護理師講，我們調那個什麼制氧機的那個量。所以就講我6三年輪流睡覺啊，就看電給他血壓，看電給他血氧。這是一個動態的工廠誒，然後給送到德國去。係啊，而且出發人家都會你台灣的農曆除夕。所以我來對護理師這個好偉大。基本年除夕哈，而且中國人台灣人的習俗，這個給紅包嘛，送給太太一張紅包。好感人哦。所以都按理都不來梅機場啊，就轉交給當地的平原的救護車。然後就跟大家鄭重再見啊，他就丟出來，這個很感動。幾樣的亞洲，亞洲這玩都比還可以賺這個國家。
真紧呀，最近迄动感型、很暖心的一个歌场，没看到人台湾医疗青转也被素材，韩国大家可能没想唔到，原来啲啊按过嘅高空弹过，可能会发生按到很危险的事情，冇办法控制的事情，也就係坐飞机要注意也有风险，韩国中马街机场听说要有医疗中心，也全部有动态嘅指引到地度，故所下下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坐飞机可能会注意乜嘅事情，有一个片哦，叫做经济舱症候群，也只片係乜嘅意思？佢是在讲啦，给俗名叫经济舱症候群啊。对。但经典的学名啊，医学上学名叫做静脉血栓呐。静脉就会它橙色的血管，静脉就是血流要回心脏的，对，动脉是打出去的，对。那它静脉有血栓，那血栓会跑到肺，我们叫肺栓塞。哦，它这样那偏啊，所以真正应该叫深层静脉血栓，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到坐经济舱的人他多啦，比较容易发生啦。V 哈哈吧，然后以后一喷手你就排谁啊，跟我还借过啊，然后干嘛干哦啊，所以就就给我抽十几个钟头嘛，所以比较容易发生啊，所以差不多20年前、30年前，其实就取名是有经济舱症候群，按你来啦。其实唔但像经济舱会发生啦，就是动作实际上没错，飞机面会发生。对啊，比如讲哈，像很多年轻人呐，上班呐，坐几啊点钟脚都冇足停通，又某些睡有冇啊，就也会发生哦。也社会上比较常见的，我叫做网咖症候群啊。打网咖没？对啊，去网咖一打电动，打10几个钟头都没停通。哎，没停通，都没店员发现过，给没气了，他没气了。会按两冲就车架。他就是这个就是叫发生肺栓塞，就会按的。最高纪录是听说是打网咖打40个钟头，就推难，还有上瘾。后来被发现，后来是用个结账哎。有一输钱的，才发现讲这个人已经冇嘞。嗰个也可能同年纪没听说有关系。哎，不完全有关。不完全有关系，对。中来就属你是不是讲了？我们发现，都是啊30、40岁的妇人，先问他懂。哦。哎，那也会发生啊。他所以都如果从纽约。或是加拿大转到纽约，纽约再飞到台湾来，大家想想看，他们的飞机是半钟头或者18个钟头啊，很久哦。对啊，结果冇办法停途卡，就比较容易发生。对，古时有经济舱症候群哦，所以来应用版来避免哦，要来防疫哦。先休息下，等下再来这个抢严重同大家分享咯。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係趙永權阿權妹。加下上一趟節目地度啊，有講到坐飛機可能會發生呀經濟艙症候群。啊，當然唔但槍可能會啲呀飛機當個發生，有可能喺坐太久就會發生咁樣嘅情形。嘅愛用嚟避免哦，今日嘅福起卡拉 OK 就愛來唱嘅呢現狀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先來用幫來預防嘅呢經濟艙症候群。大家坐飛機就會感覺講酒唔是淺草嘛，而且通常你就會喝酒。所以經濟艙症候群的預防，第一個盡量長途飛行的盡量是不要喝酒精性的東西。喝酒係有關係呢？有關係。第二個還是要多喝水。多喝水。第三個就等下會示範，就做一些動作，你可以避免就等於講它會讓你的肌肉會收縮嘛，停通，還有更停通，停通的血管就會跟着把血這個擠回這個到肺裡面去了，所以加速加嘅流通就錯嘅，你是比較還唔會發生的。也咩懂定一下，也咩係數地度嘅圖片，錯冇？係唱富里斯吧嘅。錯，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用版來預防，有一條通州都得搞睇㗎。就是比如說
坐飞机坐久咗嘛，那你就会感到很无聊啊，所以就很无聊，所以他就脚步就踢安尼停图啊，天天就会安尼，开下，踢伞很重要，就会上下给他脚跟上下给他这样子动。那这样子动，目的就天天讲哎，对，肌肉会收缩，肌肉收缩会把这静脉血会压上去，会赶回去这样子。所以大概练下动作，平常大概你2-3个钟头就做100。上班族也可以啦。上班族会做得做。就做得来天天做，比如讲像因为人都做海，看唔到脚趾脚趾做得先图片油吧，做得先按用长。大概再个竖起来，感觉有一些会揪紧的感觉啊。不过这就是活动它，对不对？大概竖起来脚做得上下移动，还做得开合，就是要本己行血啦，血液循环较顺的喂，对不对？好，故说来同大家分享下经济舱症候群啊，迄讲又坐下久的，看天师坐动久，冇停同的，然后要做得来做，也只小小的运动大家用它来做一下，这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就不会发生这个经济舱症候群。氢氧冲黑有可能导致血栓的状态。肺栓塞，就会死。过去大概想过以前我哋俗当下了西方人还多。东方人还少不过后面我们就发现说，东方人也不少啦那所以这个尤其是在坐长途飞机的，实在就会注意对，除了坐飞机呀，经济舱症候群要注意以外，还有另外一件要注意的事情，也还没有进来更多按用的案例都得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很多恐慌症。有的人可能本身对坐飞机就有一些的紧张尤其讲那起飞降落的时间摇晃比较大的时候，就会知道走一下顺风的树这样子，走偏你的树。这个恐慌症其实没懂加都机场的医疗上面发生，对不对？就才能讲的了10几年前冇懂少但是这几年我就发现过有点恐慌症的需要的去帮忙的病例越来越多比如我常常会讲说，很多的航空公司就会讲过，那个医疗中心我们有一架这个台北飞上海或是飞首尔的飞机因为机上有旅客不舒服那必须返航。要回来那我就刚刚讲落地前通知那就危险这些从头发现就嘛个就是恐慌症。飞机飞上去冇几句飞都比如讲差不多东海加都冇几句，这票你就开始就会紧张这个跳戏唔多啦飞机啦甚至国外才发生过那种密闭空间症候群嘛，这机会做幽闭空间恐惧症，这机会做嘛事情？可以开舱门就吹气好可怕！对很可怕。国外就发生过很多这一种所以就会开舱门，这个开舱门就会失压，所以这个现在是这样子，病人越来越多。实际上航空公司不喜欢这样子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因为他返航返航，人家这个飞机出去它是不是载满旅客、载满行李？对，还有什么载满油？油你要返航回来，航管我跟你说，你把油放掉，你有危险你不能载满油降落，危险，万一怎么样的？所以把油不用太，油不用太，给这上面绕，让油消耗掉。那油大概几多钱？6-8万。虽然航空公司就损失懂多对，所以发生案例的事情，航空公司不愿意，其他旅客不愿意，为什么整个行程就被打乱了？可是恐慌症因为属地都没有下一个这个个案，对，他严重的恐慌症是可能会危害到自家的生命的状况。那所以讲起来，第一，他还是要注意要从飞机以前，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比如说你有没有恐慌症？有，来医生看熊，要不要吃药？先提前先药的，对，先药的天意对当多的机场的航空公司的空服人员，冇经验，
没唔对用去做。其实这个因为恐慌症看到这个，我们人家台语讲俩拱啊。就懂这种的，所以空服员唔知他妈该飘，机长也不知道，所以机长为人不说过，那就飞回去吧，就。但其实这就是抽成太家动辛苦，韩国有大送的时间安尼。那就听讲你可以先吃药。那实际上还讲有经验的空服人员他可以做一个动作。抱着他，然后后面给他安抚，放心，然后没事情，那样。其实这个抱跟这个抚摸就是最好的一个。我有看到一种也是，就是严总里面有画插图，也是一个空服员好像是降落的时候，他难的恐慌症发作，恐慌症，然后可以安抚，讲没事情，那个恐慌症慢慢的就会自然就会越来越轻。古时候，其实讲出国的时间，讲头摆冇这个恐慌症的经验，不过来到机场上当等下会坐平阳机，吃到东京走，或许做得去到医疗中心去请欣赏，是可以这样子的吗？对的，就讲听讲你可以先拿药大概登机前半点钟，先吃药先吃药但我的过去面发现讲。航空公司通报过，有旅客一上飞机就昏倒啊，就刚才的讲戏啊，就讲是不是中风了呀嘛？而且他搞一看以后才发现那个给听做些药给听做些恐慌症的药所以一吃完飞机一登，他给这个摔多的从那个有一点像安眠药的感觉，他就衰退了，冲昏倒冲昏倒空服员就讲飞机还没飞就这个人就晕倒了。其实真嘅有讲到非常精彩的故事，韩国没有讲到东京遐的歌场，不过每周都看到也都医疗人员亲自也被受采。其实第一台湾青春幼儿我们讲的国门在机场这个地方发生很多事情，韩国故事大家没看下经过的全世界台事件，比如讲是2001年，张奎是结束联行医院，张奎是结束这个医疗中心的时候，我们就爆发了 SARS。天一年就爆发 SARS， 还那时候就爆发 SARS 也还上起来他讲多危险，因为 SARS 全世界有蛮多，就是感觉亚洲这么国家多很多嘛，所以感觉又公婆头这个学问还蛮好，SARS 也蛮多，没有经验面对，没有经验，所以就提供它会传染，空气传染，那不死的，所以呢，所以感觉动强啊，所以大家出诊，然后去看这片子，就等讲到跟这什么，我要穿这4级防护衣是几月？4月，冬夜了。这4级防护衣穿起来都没有脱的，全身都是汗，因为密闭嘛，这样，所以就讲冻僵。但后代人也有 SARS 这个经验，不管是讲国家呀，还是政府啦，呀，这个卫生CDC 管制署啦，这样，还有就表现，所以都觉得讲后代有这 SARS 的经验，所以2019、2020开始这个叫新冠肺炎，所以感觉就比较有信心啦，就感到无安检啦。其实也哈讲起来，就像本门腔样吼，其实没 COVID 没前几年前的事情，想起来像本门腔样，给韩康不是讲 SARS， 唔伫睇讲韩记的讲是 SARS 嘅。我嘅记忆係新聞報動台，動到醫療人員全部就動辛苦，甚至連副卡都做唔敢轉，沒做唔得係唔敢轉。當時嚴重咩係 SARS 防治這個 SARS 青蟲有嘅人都抵度。因為他的因為係胸腔科嘛，胸腔科跟 SARS 就是這個病所以出평烟就有隔離病房。機場又咩來負責嘛，所以就講好，機場輪班完就賺평烟稅務，冇賺副卡，所以一張煙冇賺副卡，所以醫護人員落來，所以평烟特別準備這個평否，不給留這些醫護人員所以就得實習，然後真的麻煩。所以就講不要把病毒帶回家裡面。對，
啊，古时候用是防治 SARS 过后，也按农业来防治 COVID， 没做到清后，这个连线也完全没这个院内的感染，完全就没有爆发。对，所以这个国家有一句话了，叫做边境防疫，就是把这个病呢挡在边境，不要给它进来。真的。对，那第二个在평烟啊，还有个机场啊，就分仓分流。刚当水沟呢，去翻吼，去甲拿的吼，翻吼多角落啊，那些，没办法个来配3年空花共发，就怕被感染啊。所以就各自找角落吃饭。真嘅非常辛苦，真嘅阿佢們基本要好好培養，嚴重韓國所有嘅醫療人員、清泰嘅重傷，什麼也都數據嘅台灣大家人嘅安全。前面其實也都有精彩嘅故事，大家聽錯就當上看。阿佢們係真嘅係當叫冇煩嚴書看書看案多看案架，實際同大家來講一下呀書新書，愛到哪篇做得買得到？那書是那就差不多3年加下出版啦，哈。對。啊，像實體商店，像那個金石堂啦，誠品啦，太書店都有賣。那個網絡書店就出的那個叫博客來，博客來，那目前還在特價期間呢。對，那像機場的出境有那個深恒商品的有經營一個書店，看那裡也有賣。啊，用嘟嘟好，去出國的時間，因為做比洋機會做動作嘛，啊比洋機用路動貴嘛，古時候就做在看書啦。對，古時候當青菜故事同大家分享，咩什麼嚴重來到節目當中分享哦，什麼謝謝。咩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下，看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